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关心其他的新闻。台南马来西亚一个女大学生去互杀害，早起女大学生的爸母载着查囝骨灰坐华航的班机，返去马来西亚的吉隆坡。回顾这几天，女学生的爸母为一开始无法度相信，到上尾痛苦接受，互人看到这对爸母的心酸。即卖因敢若希望台湾的司法会当行互宝贝查囝一个公道。做老爸面色沉重，手摸着宝贝查某囝的骨灰，做老母的伫边一直七目屎。马来西亚一个女大学生不幸伫台南被杀害，初时早起，因带着查某囝坐华航的班机，登去马来西亚吉隆坡。两人除了替家己买机位以外，嘛替查某囝加买一张机票，就是希望讲因查某囝骨灰会使放伫位顶面做回转去。这几天来，知影因查某囝发生不幸，且随飞到台湾认死。发生这款的代志，做家长的真正无法度接受。看到人的时，痛哭失声，煞来伊原来坚强面对查某囝离开世间，参加完追思会，嘛有查某囝的遗体伫台湾火化。和白发人送乌发人，这段转去的路行得有够沉重。如今因离开台湾这个伤心地，希望讲台湾的司法会使还查某囝一个公道。